幾重。呢度真係宿舍，睇下啲衫啊，就掛喺後邊。沒有啊？睇下呢邊有冇先？呢邊冇喎。江漢關呢度出名，呢度搞個古建築啦。好，呢度就係喺義門啦。點解嚟呢度咧？就係因為呢度應該係唯一一個即係有舊城牆，即係仲係原本嘅舊城牆，即係比較古舊嘅舊城牆嘅地方啦。呢度唔使錢啦，即係比較真係古色古香，啲歷史嘅資料都喺度嘅，可以望一望。呢磚好似有名啊，唔知咩修，即係呢啲係真係舊城牆啲磚嚟嘅，有名。係得返呢一忽係，即係其實武漢都以前都有3個城牆嘅。不過拆淨咧，拆晒啦，剩翻呢一度少少。義門，即係呢一忽係應該係舊城牆，做翻啲磚。有啲都係應該我諗都係新整。
2006年修葺啊，呢個即係呢個武昌嘅城，係得個忽仔係舊城牆嘅啫。呢度咧都係即係新起。呢度都會3年嚟嘅，周日收3年。嚇？哦，呢個啲展板介紹，即係武昌，即係原本有9個門啦。咁呢個喺義門其實係之後改名，因為有革命之後改名，原本係忠義門啊。一陣間喺個模型嗰度睇下係咩位置。武昌係咯，呢個武昌市有個門啦，跟住呢個漢陽城又係有一個細啲嘅門啦，跟住呢一度上面呢個漢口又有一個好大嘅圍住嘅邊界。古城。古安門、文昌門、漢陽門拆晒啦，應該唯一剩翻9門，剩翻1個門。中和門81年起翻。中和門就喺呢度。以前有護城河，而家拆晒。呢個複製品原本就有護城河嘅，跟住對出邊城外。呢個舊，呢個新起。原來頭先都係上嚟，我望到都。行埋呢邊。呢度應該係新起啊，冇嗰啲名。哇！原來都幾長啊！呢段路，好短嘅。呢度比較新，村牆比較新。好，行到盡啦。
諗200幾300米啦。好，我哋嗰個坐望台嘅碑，呢個就好新好新淨。呢個明祖封建楚藩嘅朕以一身到，呢個鑑之上響啊，唔知咩人咧呢個好新呢個。但呢度附近有冇巴士？呢個係明代嘅珍品嚟嘅，呢個係朱元璋嘅仔分封王咩朱正佢立嘅，所以好新堅嘢嚟嘅呢個。哦，呢個砌成嘅呢個係嘛？中和呢個就係紀念呢個革命口嘅發生。呢度有啲呢個碑紀念呢個革命嘅，即係啲名人啊寫詩啊，紀念返呢度啲名人啊。唔識李遠東，因為有兩個識嘅，應該望一望先。冇個識啊！嗰陣時嗰啲人，而家啲人都望唔到識。好，搭呢個渡輪過3人民幣，抵。1號碼頭，中華路1號碼頭。走鬼咗，長江大橋。江城4號。走咗架就係江城1號。水流都幾急。
我小点我便宜些，我些就是这样就单它了就把很好好。然后他做的说的对，往下推营造安全、文明、有序的环境，请您严格遵守信任规定。码头大概10分鐘路程，全程。不要翻越过来。真就北方都用啊！头回我都提了，哎，你这人，哎，你这两个这人就是哎，啥人嘛不出息了，哎，这人。你就这边。哎，我都得死，人死不成人，哎，人。这上次风格中呢，上次看下头，见过风格中。啊！我哎，你是个人，你那好高。你怎么打这车？他吃饭不？这个车谁开？我原来司机给你，他车在哪？观光游船对面是公啊，带你看2江400公里的游船，游览1圈50分鐘，可以包往返，也可以過江的。呢度觀光船有另外一個50分鐘嘅，但係應該好貴啊，唔使啦。呢個就係漢江博物館，就係頭先參觀嘅。佢上面都有呢個大鐘樓啦，算係出名嘅。呢度就係英租界啊，因為呢個大部分啲建築都係即係古舊英國嘅建築。咁啊，前面有個花旗銀行，舊建築。呢一笪都係英租界。原來江邊係冇得跑步嘅，呢個江邊之前望到嗰度又好似有，即係一小部分有，嘥晒。